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嚟到深圳嘅南山，同大家睇一個現樓精裝修純住宅嘅項目。地鐵站咧就喺樓下，有一個大型商場，亦都有咁靚嘅山景海景。首期咧只需要111萬。我係康華地產 Andy， 今日咧嚟到南山，同大家睇1978開運府。而家咧入去售樓部，同大家詳細介紹下先。OK， 而家到售樓部咧，同大家介紹下南山1978佢嘅配套同埋交通先。1978咧，佢而家個名咧就叫半島瓊峰啊，半島瓊峰咁分開咧1期同埋2期。今日咧最主要同大家睇咧就係2期嘅項目。講交通先啊，南山1978咧，佢樓下咧就係赤灣地鐵站 ，OK 已經開通咗啦，分別係可以搭到2號地鐵線同埋5號地鐵線嘅。2號線一個站咧就去到太子灣 K11，OK 兩個站咧就可以去到海上世界呢個大型商場啦。咁4個站咧就可以去到東角頭站，東角頭站咧就連通13號地鐵線嘅延長線。今年咧2026年年底或者2027年初咧就會通車啦。3個地鐵站就可以去到咧深圳灣口岸。直接咧過關翻香港 ，OK。咁講下5號地鐵線啦，兩個站咧就去到鐵路公園站，鐵路公園站之後咧連通咧15號地鐵線，2027年通車嘅，咁啊交通咧非常之方便。另外如果高速嘅話咧都有在建當中嘅隧道嘅喎，咁咧有一個喺微波山嘅隧道，佢就會連在建當中噶啦，2028年通車，10分鐘咧可以去到後海，後海咧就可以駁通去濱海大道呢邊咧過翻福田，交通咧非常之方便嘅。嗱，大家睇到咧前面呢一個就1978嘅1期 ，OK， 中間咧呢個就係金頌雲山海啦，咁啊而家咧我哋在售當中貨尾嘅咧就係1978嘅2期 ，OK 樓下咧佢有4層嘅商場，赤灣匯啊，咁啊4.6萬方嘅4層 ，OK 下邊呢個位置咧就係佢嘅地鐵口啦，赤灣站嘅地鐵口，咁啊出咗地鐵之後咧，旁邊樓下咧就係商場，然之後咧就可以直接翻屋企，位置咧可以話非常之方便嘅。旁邊咧有個電梯上去呢個非常之出名嘅南二外赤灣學校，除咗有運動場之外啦，室內有恆溫游泳池係啦，體育館啊、歌劇廳啊，呢全部配齊晒㗎啦。喺呢邊咧，教育資源咧非常之豐富，基本上落樓行過馬路都唔使搭校車啊，就可以翻到學噶啦。OK， 咁而家事不宜遲啦，上去實體樓咧，同大家睇下交樓嘅標準同埋示範單位先。OK， 咁而家咧上到去開雲府嘅1棟2單元 T2 座係啦，39樓。咁啊呢一邊咧佢係4梯4戶嘅，一部電梯咧可以配到1個單位。OK， 咁啊專梯專戶。好，我哋而家睇一個133平方嘅3房2廁嘅單位。OK。好啦，嗱門口呢個位置咧，佢有獨立嘅空間，一個獨立嘅玄關位，門係向外出嘅。OK， 咁啊呢一個示範單位咧，佢有少少傢俬，咁啊有改動。轉頭咧會同大家睇一個收樓標準嘅裝修標準。嗱咁啊旁邊咧佢有一個大嘅鞋櫃，咁呢度咧佢做咗少少嘅改動㗎。一陣間大家睇一個收樓標準。旁邊左手邊咧佢就係廚房啦 ，L 型嘅廚房。隔離咧有個工作平台，係啦，咁啊佢會有抽油煙機、煮食爐、蒸焗爐、消毒碗櫃咧都係有嘅。OK， 咁啊亦都有個熱水爐啦。咁呢個工作露台咧，大家可以擺翻個洗衣機喺呢度，亦都喺度晾衫。好，我哋出咗個廚房之後咧，就係佢嘅客飯廳嘅位置啦。實尺同大家度咗啊，咁佢開間咧就係開間3.8米乘7.5米，3.8米乘7.5米嘅。OK， 咁我哋睇一睇佢個景觀先。嗱，呢個133嘅戶型咧，佢係向西南嘅，向西南方向。好，睇一睇呢邊望赤灣嘅景觀先。開門出嚟。OK， 而家咧我哋喺39樓望出嚟出邊咧喺呢邊。係啦，就可以望到咧赤灣嘅景觀，係啦，咁啊會有啲山景、海景啊咁樣啦。旁邊咧都有啲山景嘅，咁啊非常之大風啊呢邊，咁啊通氣流通咧非常之舒服。OK， 好，我哋睇一睇單位先。係啦，全屋咧贈送冷氣嘅，天花吊頂全部做晒。咁啊交樓咧佢係長布嚟嘅。好，我哋睇房喺客飯廳中間咧有個過道，旁邊咧就係佢第一間嘅客房啦。示範單位咧擺咗張雙人床啦，咁做咗3邊落床，咁啊亦都有個衣櫃喺度。OK。咁望都係望到海景嘅景觀啦，跟住我哋睇一睇個洗手間，洗手間嘅電熱毛巾架、智能馬桶、鏡櫃、洗手盆、淋浴區、涼霸都係有嘅。OK， 跟住我哋睇第二間嘅客房啊，呢間客房咧佢佈建咧有部分咧係用露台去佈建嘅，咁啊完全冇窗台，非常之市正實用嘅一個正方形嘅一個面積。OK， 跟住就睇主人套房啦，第3間房。入到嚟之後咧，佢就係個洗手間嘅位置啦，有智能馬桶、鏡櫃、洗手盆、淋浴區，亦都有涼霸喺上邊嘅。OK， 咁啊最後咧就係呢個睡眠區啦。咁佢咧會送2個衣櫃嘅，一陣間咧我哋會喺個交樓標準嗰度展示俾大家睇，睇一睇個景觀啊。兩邊咧個景觀咧都開揚，一邊就山景，一邊就海景。咁瞓喺呢個位置望出去起身咧，每一日都可以望到好靚嘅景觀啦。OK， 咁而家咧同大家睇下133方向嘅交樓標準啊。嗱，門口有個獨立嘅玄關位嘅空間嘅。OK。咁啊，密碼鎖啦，係啦，向外嘅開門，係啦，入門口嘅左手邊咧，咁佢呢個鞋櫃係有嘅，係啦，咁呢個鞋櫃相當之大，咁啊樓上下2排嘅儲物空間，亦都咧有掛長衣嘅位置嘅，係啦，咁開關掣啦，同埋呢個可視對講機。嗱，我睇睇個客廳啊，客廳上面咧冷氣機位同埋做晒啲天花吊頂㗎啦。OK， 咁而家咧睇一睇個廚房。
廚房嘅交樓標準咧個質素相當之高。首先我哋睇下上面先，上面咧佢會有涼霸嘅 ，OK， 開關就喺呢一度，係啦，咁啊煮餸咧就唔會話覺得熱啦。抽油煙機、煮食爐，呢個係蒸焗爐嚟嘅 ，OK， 咁啊洗碗機咧喺呢個位置，係啦 ，L 型嘅一個台面啦 ，OK， 大單槽升盤，跟住咧有個工作平台，工作平台咧佢有埋個熱水龍嘅，係啦，煤氣錶，係啦，咁可以大家喺度擺個洗衣機。客廳嘅膠標係啦，咁啊牆身咧佢係用翻個牆布嘅 ，OK， 咁啊有個電視背景牆啦，嗱做好晒俾大家，咁啊嗰啲線位咧開好晒啦，見到佢呢度下邊有白色窿，呢度到時穿線上去上面就擺電視 ，OK， 咁睇一睇個露台啊，嗱佢呢邊咧用咗兩節門嘅雙層嘅隔音玻璃，雙層呢度係啦，睇到雙層嘅隔音玻璃 ，OK， 望翻出去咧就西南方向景133，望西南方向景，望翻赤灣嘅，我哋而家係39樓。露台咧都相當之闊落，咁佢咧做翻一個淺灰色嘅一個磚鋪磚 ，OK， 上面咧會有個晾衣架帶燈嘅一個晾衣架，交樓俾埋大家。好，睇一睇啲房嘅交樓標準。入到嚟過道中間啦，就係第一間嘅客房啦 ，OK。咁啊，全屋咧都會有冷氣嘅。下次咧佢一個電動智能蓋嘅一個電動馬桶，咁啊鏡櫃、洗手盤、電熱毛巾架，係啦，一個淋浴區名次嘅一個設計。咁啊亦都有個涼霸嘅，上面呢度睇到一個涼霸。OK， 咁啊睇第二間客房，咁呢間客房咧佢係冇個窗台嘅，非常之方正、正方方嘅一間客房，係啦。咁佢預留咧喺個窗簾位嗰度咧預留咗一個插蘇，係啦。咁到時大家咧可以裝個呢個電動窗簾。主人套房。嗱，主人套房咧，座次佢有一個智能馬桶啦，一樣鏡櫃、洗手盤、電熱毛巾架，一個淋浴區名次嘅設計，亦都係有個涼霸嘅。OK， 睇下睡房區啦，睡房區咧佢就送咗兩個嘅衣櫃嘅，呢邊有一個衣櫃，旁邊咧佢都做咗個衣櫃俾大家。咁床咧就擺呢個位置，咁可以擺一張雙人床，做翻個三邊落床，望翻出嚟咧就兩邊嘅景觀。133平方，3房2廁，西南方向呢個戶型咧，價錢咧就由740萬到780萬，首期咧就111萬。月供咧就27,500蚊。好，咁而家咧上到49樓，同大家睇一個203方嘅單位。嗱，呢邊咧全部都係4梯4戶，門口旁邊咧就有一部獨立嘅電梯。咁佢消防門咧，平時都係閂咗嘅。門口呢啲位置咧，全部都係獨立嘅空間。OK， 嗱，203方呢個戶型咧，我哋睇一睇個戶型圖先。咁佢呢個單位咧係3房3個洗手間，門口一間房嘅，即係呢邊有2間房，2間套房，有一個客廁，3房3個洗手間。呢個示範單位咧，佢就做咗部分嘅改動，都改得都幾犀利下嘅。不過唔緊要，我哋睇完呢個示範單位咧，一陣間會有個交樓標準以空鏡形式俾大家睇。OK 嗱，203方咧佢係子母門嚟嘅，平時咧大家開呢道門就 OK 㗎啦。入門口左手邊呢個位置咧就係佢第一間嘅客房，喺書台呢個位置咧佢有幅牆，呢邊有翻個門係啦，咁樣開入呢間客房嘅。咁大家如果中意呢個客飯廳嘅設計咧，可以跟住佢去改嘅，可以拆。OK， 實際同大家度咗㗎啦，由電視機櫃去到呢邊嘅話咧就6.7米，闊度咧就7.3米嘅，去到飯廳嗰邊 ，OK， 6.7米乘7.3米。好，我哋照繼續睇下。咁啊，客飯廳改完之後，改咗呢間房之後咧，佢就採光度會更加之好。望出去呢邊咧就全山景啊 ，OK， 全山景。咁啊，好大嘅採光玻璃窗啦。呢一邊咧個方向咧，俾大家睇下。呢邊咧就係東北嘅方向，係啦。望翻山景。客廳、飯廳呢個位置咧，佢咧就擺咗一張圓形嘅餐台，6人嘅圓形餐台。擺完之後咧，有好多嘅活動空間旁邊，做埋餐邊櫃㗎啦已經。OK， 咁呢邊咧就係西南方向，呢邊就係西南方向，望到少少赤灣嘅海景。OK， 睇睇個廚房啊，廚房咧交樓都唔係呢個顏色嚟嘅，一陣間睇個收納標準。大家睇下呢個佈置，睇下中唔中意啦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可以照跟佢。OK， 咁一樣都有廚房3件套啦，呢個蒸焗爐啊，同埋呢個洗碗機嘅。旁邊咧就係佢嘅工作露台啦。工作露台咧唔開出去啦，好大風今日。OK， 咁啊大家可以擺洗衣機同埋喺度晾衫。好啦，睇完客飯廳個廚房之後咧，我哋睇一睇佢嘅改動咗嘅一個洗手間。OK。佈局都係咁樣，但係咧一啲顏色啊同埋款式係有少少唔同嘅，係啦，一樣有個智能馬桶啦，鏡櫃、洗手盤呢啲。旁邊呢度咧佢咧就改咗做一間嘅書房或者係茶室。OK， 本身呢度咧就其第2間房嘅衣帽間嚟嘅。OK， 呢度冇門，本身係冇門嘅。OK， 咁佢改動咗之後，其實呢個咧都可以做間房㗎喎。嗱，擺張床啊，跟住旁邊就擺衣櫃，望出去就綠油油嘅山景。
係啦，咁啊全部房同埋個客廳咧都係有冷氣機嘅。OK， 咁呢間咧就係第二間房企嘅套廁啦。嗱，旁邊呢個就過去隔離嘅一個衣帽間嘅。咁佢改咗，當然呢度就淨係做個衣櫃啦。OK， 睇一睇呢個睡眠區，第二間房嘅睡眠區擺一張雙人床，佢有兩邊嘅景觀啊，睇到兩邊嘅景觀，一邊咧就係西南方向，一邊係東北方向。呢間房咧主要望翻去山景為主，亦都望到咧少少海景。我遠處見到呢一座，行近少少俾大家睇。嗱，今日天氣好好啊，我哋睇到咧，嗱喺隔離呢一度咧就起緊一座寫字樓嘅。係啦，一座寫字樓好似春筍大廈一樣。咁呢個咧就係太子灣嘅大廈，係啦。咁將會咧喺2027年落成，係成為呢邊嘅地標啦。咁隔離嗰邊咧就係一個 KK Mall，係啦。OK， 呢一座咧而家仲有啲貨尾賣緊嘅，咁賣緊10.500一個平方，少貨尾得翻好似唔知10套8套咁樣。OK， 咁我繼續睇最後一間房啦。呢個亦都係一個套房嚟嘅。OK， 咁過道嘅旁邊啦，咁呢個位置咧佢分左右兩邊。我首先睇咗右手邊呢個衣帽間嘅位置先，大家去參考翻呢個設計係啦。OK。旁邊咧就係佢嘅套廁位置啦，都係有改動嘅顏色啊，佈局方面，第一樣咧會有個浴缸係啦，淋浴區坐廁洗手盆 ，OK。咁啊，主人睡房、套房、主人睡房呢個咧擺雙人床，到三邊落床之餘咧，佢床尾咧都有好大嘅空間，係啦，咁亦都可以喺度做翻個梳妝台啊咁樣。由於佢有衣帽間啦，睡眠區呢個位置咧就唔需要衣櫃嘅，係啦，咁啊亦都係兩邊窗，兩間套房都係兩邊窗，最主要望翻西南赤灣方向景觀啊。OK， 同大家報一報價錢，203方呢個單位咧，總價咧就1100萬起，咁啊首期165萬，月供咧就41500蚊。OK， 咁而家落到13樓嗱，203方咧，頭先我哋睇02號單位，咁而家睇01號單位對面嘅。OK， 咁呢個係一個交流標準，咁以空鏡形式展示俾大家睇。OK， 咁而家去到6樓，呢個係6樓嚟嘅。OK， 6樓咧佢有個空中花園，咁啊落到嚟咧就可以過去隔離嗰棟。OK， 咁啊大家跟住鏡頭咧去睇下呢個空中花園啦。睇下呢邊有啲咩先？呢邊咧有啲活動嘅空間啦，可以俾大家坐喺度休息下，有啲茶座咁樣。咁嗰邊咧亦都有啲空中嘅休息嘅地方。今日咧陽光好好啊。OK， 咁我哋咧。經過呢個空中花園咧，就可以到隔離一棟嘅一單元係啦 T1。OK， 咁呢邊開雲府咧，而家改咗個名啊，咁啊叫做咧半島瓊峰2期。OK， 半島瓊峰2期。咁啊有啲小朋友玩嘅地方啦，係啦。咁呢邊咧現樓嚟㗎啦，大家見到咧都有部分嘅人咧就已經裝修好入住咗，晾曬衫。咁亦都咧有啲人咧做咗個風窗嘅設計嘅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去一棟一單元。睇129方嘅單位啊 ！OK， 我哋而家嚟到一棟一單元39樓，同大家睇129方3房嘅單位。OK， 入門口咧，佢個戶型咧係一個雙龍抱珠嚟嘅。呢個咧佢旁邊有個鞋櫃啦，右手邊咧就係佢嘅客飯廳。呢個飯廳旁邊就係客廳。實際同大家度咗㗎啦，開間咧就係3.7米啊，3.7米嘅開間。OK， 睇睇個廚房先。廚房咧佢係一字型嘅廚房，咁預留咗個凹位咧俾大家擺一個雙門嘅雪櫃。OK， 亦都咧會有翻個涼吧嘅。喺廚房嘅旁邊啦，佢會有一個工作露台啦，熱水爐、煤氣錶、洗衣機咧，全部咧擺晒喺度。呢個工作平台咧比較大嘅 ，OK， 空間咧相當之足夠。OK， 我哋睇一睇佢個景觀啊。呢個單位咧就係東南嚟嘅 ，OK， 東南方向望翻個山景，行出露台同大家睇一睇啊。露台咧連通其中一間房嘅 ，OK， 相當之闊落，係啦，望出去咧就係山景，東南方向。好，我哋首先睇一睇入門口左邊呢間房先，旁邊咧就佢客廁啦，做咗乾濕分離嘅，淋浴區、坐廁、鏡櫃、洗手盆 ，OK。跟住咧就係睡房，係啦。咁示範單位咧就做咗小朋友房啦，擺一張雙人床，
嗱，擺咗小朋友床 ，OK， 旁邊有個推拉門可以出翻去露台，跟住咧做翻個衣櫃，可以做翻個衣櫃度，咁空間咧都好足夠。全屋咧都係會送翻個冷氣嘅。好，跟住就睇另外一邊嗰兩間房啦。OK， 右手邊呢一度嗱，呢間房咧呢度可以位置咧就擺衣櫃啦。冇窗台嘅，擺雙人床咧可以做個三邊落床，係啦。跟住就主人套房啦。洗手間啲人都會有智能馬桶啦，電熱毛巾架、涼霸、鏡櫃、洗手盤。嗱，兩邊嘅一個景觀係啦，望到少少赤灣嘅海景喺呢個位置係啦。雙人床咧可以做個三邊落床，做完咗之後擺喺呢度咧，有好闊嘅活動空間。呢邊咧就做翻個擺翻個衣櫃，咁交樓咧會有個衣櫃送翻俾大家嘅。129平方3房雙龍抱珠呢個戶型咧，就690萬到766萬，首期咧就105萬，月供咧就26,300蚊。OK， 咁啱啱咧同大家睇完咧南山178二期佢嘅實體樓交樓標準啦。咁而家咧同大家做總結先啊。OK， 嗱1978二期咧佢係純住宅嚟嘅，咁但係咧佢嘅土地使用權咧係50年 ，OK 50年。咁由2024年攞地嘅，咁去到而家嘅話咧已經過咗20幾年㗎啦。OK， 咁頭先我俾大家嘅月供嘅話咧，全部都以28年去計嘅，28年最多做28年嘅按揭係啦。咁特點咧就係咧樓下有個赤灣地鐵站已經開咗㗎啦。係啦，咁有一個4萬6方嘅大型商場，咁望山景望海景。而家賣緊呢邊赤灣賣緊幾個樓盤啦，1978雲山海係啦，天健呢一個咧，佢嘅性價比咧係最高嘅。如果咧大家想攞更加多詳細資料，或者咧想嚟實地睇樓嘅話咧，可以打熒光幕上嘅電話咧，或者 WhatsApp 我，亦都可以嚟到我哋香港嘅展銷廳荃灣南豐中心嘅。咁同我哋成交嘅客戶咧，我哋會送翻3年嘅物業管理費，或者咧自願俾大家。咁今集嘅內容咧去到呢一度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